一条山路，弯弯弯，六姐奉茶，突突突。图像加上动作，律动式的连接记忆法，让学客家话变得轻松活泼。负责指导的客语新传师黄旭霞有备而来，还有 DIY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 DIY 是嘛个？你嘛个？风车我们用哪个？奉茶，奉茶。把风车教具贴上客家花布，学生们动手做，独立完成，很有成就感。摆满桌上各式各样的作品，充满客家特色。这是柿子的吊饰，然后这是那个花布的铅笔盒，这是那个上面贴了花布的扇子，还有老师细心规划的绘本课，诱拐式的让他填一些客家庄的一些民俗或者是记忆，比方说赛神猪，我们会引导他去画神猪啊，或油桐花这些。所以真的是不遗余力设计好多的题材，对不对？要给黑马给目的是什么？保留客家文化。保留客家文化。我们一次听到2个腔调，一个是海陆腔、四线腔，保留客家文化，保留客家文化。其实这个班的学生并非都是客家人，课程有趣活泼，在学校口碑传开，学生的参与意愿大大提升。孩子他非常喜欢这个语言跟文化。1年级的孩子在选修客语，现在变成很多，之前只有几十个，那一届是80几个到90几个。妈妈说叫我去考那个认证，还有我一次考中级跟初级，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。永和国小推动客语生活学校，效果明显看得见。推动客家母语，老师们用心埋下的种子也生根发芽。上课喽！目的係乜嘅？保留客家文化。目的係乜嘅？保留客家文化。谢谢宗怡老师。